法國麵包係美食文化嘅象徵，聲名響當當。喺2024年，法國郵政就已經推出咗一款香氣逼人嘅法國長棍麵包郵票，大受歡迎。今年2025年呢，就再接再厲推出牛角包香味郵票，要向法國國民早餐致敬啊！點解郵票可以發出陣陣嘅麵包香呢？原來呢一款郵票係結合咗傳統印刷工藝同埋特殊微膠囊香薰技術。郵票呢喺油墨裏面呢，就藏咗好多超微細嘅香水膠囊，只要輕輕咁摩擦郵票嘅表面呢，呢啲膠囊就會破裂，跟住陣陣啱啱焗好嘅牛角包嘅香味呢，就四射而出，令人垂涎欲滴。法國郵政呢就表示啦，牛角麵包係法國人早餐啦或者飲咖啡嘅時候最中意食嘅食物，係法國美食嘅代表。呢款郵票呢喺國內同海外通用，希望將法國國家麵包美食呢透過郵票傳送至世界各地，等收信嘅人士呢都可以感受法國牛角包嘅香味。呢款牛角麵包香味嘅郵票呢會發行60萬枚，10月8號就正式開賣啦。每張售價呢係2.1歐元，中意集郵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。